喂，姐，哪儿呢？干嘛？又闯祸了？你念我点好行不行？你生病的时候，谁拎着吃的去看你啊？可是你当时去看我，就是为了日后给我找事儿，是不是啊？我这回真不求你办事儿。你不是对果果印象不好吗？他现在录新专辑呢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过来听听他唱歌，了解了解一个歌手的内心世界。我不去，你也不许去啊？啊，行行行，不去就不去。那我请你吃东西总可以吧？咱俩聊一聊姐弟情深的事儿。我等一下把地址发给你，你不来我不走啊。我有事儿，你别等我啊。喂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叔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总黏着我们家果果你们家果果，唐果果，你们家呀？我警告你啊，你离他给我远点。小朋友，泡妞呢跟打仗一样，要讲究战术的，只攻不守呢，只会让你自乱阵脚。你别拿你肚子里那点墨水吓我啊！这样啊，我呢再给你澄清一次，我和唐果果呢是纯粹的兄妹关系，你真不用拿我当情敌，在我这儿浪费时间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他说你是她男朋友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敢反驳呀？再说了，果果漂亮、大方、有气质，我就不信你不喜欢。不是我，你当我不想反驳吗？啊，我要当他面反驳，那我还有活路吗？我都看出来了，你呀，你跟果果不但性格不合适，你这脑子也跟不上。我劝你干脆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啊，另谋生路。我今天就在这儿吊死了。我劝你赶紧走，别崩你一脸血。这谈个恋爱怎么就非得弄得要死要活呢？我说孩子，你有谈过5年以上恋爱吗？啊，你有没有求婚当夜被人拒绝过？你的女朋友劈过腿吗？没有体验过吧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人生的甘苦还有很多，慢慢来。不是你在这儿给我讲人生经历呢是吧？大叔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流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就认定这么一个人了。行，你认定的那个人啊，就在里边了。麻烦你去找他，别在这烦我，好不好？我还有点工作要做。果果的事我不说，那我姐的事怎么说？怎么又说到你姐了呢？一脚踏两只船呢你。啊，我和你姐是纯粹的邻里家雇佣关系，我是她请到家里的男保姆。你怎么就那么香啊？我姐怎么可能看上你这种渣男呢？臭小子人哪儿去了？又是那小子，都来公司纠缠糖果我多少回了，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，他每次都挑事儿。现在的粉丝都这么热情吗？这哪是粉丝啊，这是跟踪狂，自作多情。差不多也见好就收吧啊，太过分就有点厚颜无耻了。你说谁厚颜无耻？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哎呀，我好害怕呀，真的怕死我了。我惹不起你，我躲得起啊。我解释清楚了，解释不清楚你把电脑还我。干嘛去？哎，把电脑还我。解释清楚，要不你把电脑还我。不是你干嘛？哎，什么电脑还？哎，这是我电脑。你不要再过分！像你这样渣男，我见多了。干嘛呢？什么？你约我来是看你们打架的，是不是？
还有你啊，不是去检查身体了吗？我真的是要去医院的，我是让果果拉到这儿来的。不是我姐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他为了追星不择手段，什么事儿都能干。我追星，对呀，我你自己过来的。果果，我追行了，你们俩谁也别说谁。你恶意旷工，回去写检讨10000字。还有你，哎，姐，果果在里边唱歌呢，要不你进去听一听，他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回去我再跟你算账。你把他气走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没好处，对你有坏处，我高兴啊，我解气啊。对我有坏处，你越是这样，越是招果果烦。哎，我乐意。你们俩聊什么呢？这地上怎么一堆纸啊？你们干嘛啊？楚哥和我在这搞创作呢。创作？哎，出手干嘛去啊？哎，不是果果，你干嘛去啊？我那天不该在媒体面前编故事，我求你原谅我行不行？你让我跪方便面、跪榴莲、跪什么都行，我在这帮你根除那个渣男。烦死了！哎，果果，坐吧，就坐这儿吧。哎呀，给你盖一盖。谢谢谢谢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多出来晒晒太阳，对身体也好。哎呀，唐医生啊，我就觉得给你添麻烦了。你不用这么说，是我拜托小秋来帮忙照顾你。小秋这孩子啊，懂事孝顺，做事也周到。而且很有才华。可惜啊，我没什么能耐，也帮不了他。都这么多年了，也还只是个助理，就是再有天分，也只能给别人铺路啊。你是说，小秋设计的很多作品，在上海那都是小有名气的，只不过挂上了别人的名字。对折可以送给女儿，也可以送给儿媳。没想到你们店员对设计那么了解，不买下太可惜了。严小姐可不是我们的店员，其实这款对折的真正设计师就是小邓，这么说，我送我妈的礼物，那也是她设计的。她说她非常喜欢，有机会的话想见设计师。是的，小秋跟我说过，那幅对折呀，是他最得意的作品。你妈要是能喜欢呢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只不过，要是你们能再多给他一些关心和鼓励的话，我到时候走的也放心呐。看你说的，你还要长寿呢，再过几天那个手术方案就出来了，你就安心的好好照顾身体。好，好啊，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就是担心小秋啊，他只知道工作，个人的感情问题啊，到现在也没解决，我真是着急呀。叔叔，小秋是个好女孩，她一定会找到属于她的幸福，你不用担心了。我不担心。爸。哟，唐平，小秋，你来了。爸，我们刚才聊什么呢？聊得那么开心。我们在聊你的另一半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之前还那么关心我，怎么这次回来感觉怪怪的？电话也不打一个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唐明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你也觉得我是坏人？怎么会啊？我们是朋友，有任何事情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爸，你今天跟唐明都说我什么坏话了？你这丫头，我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唐医生啊，一直在夸你呢。看来啊，他对你印象不错。他夸我什么了？夸你有才华，眼光独到。上次啊，
你给他推荐的礼物啊，他妈就很喜欢。他真这么说的呀？这我还能骗你啊？看来唐医生啊，对你印象不错。丫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对唐医生什么感觉呀？他人挺好的，我们俩也挺谈得来的。就只是谈得来，没点别的？爸，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说呀，你说这唐医生能对我这么个陌生人都照顾得无微不至的，他对你印象又不错，哎，你说你们两个要是……哎，爸，您打住啊！知道你想说什么了。哎，爸爸知道，这么多年呐，你什么事儿都喜欢闷在心里，我又不懂得怎么跟你交流。哎，万一我要是走了，你一个人可怎么办呢？爸，你想多了。我跟唐医生呢只是好朋友，我们俩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您放宽心，唐医生都跟我讲了，这个手术一定会成功的。到时候出了院，我让你好好享福。来，吃苹果。有我的宝贝女儿守在我身边呐，比什么都甜。小芳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啊？你今天上午没来，你都不知道苏总怎么说他了，给他骂的现在都没缓过来呢。他上回去的那个景区啊，体验路线太分散，项目又多，刚毕业的小姑娘能有什么经验啊？一慌就乱了，直接让苏总给骂了。苏总还让他去参加那个什么城市生存挑战，说不拿第一的话就得让他滚蛋。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，我都不敢去参加，拿第一简直就是做梦。我觉得方圆这次啊，估计留不下来了。唉，不惨。跟我来。哎，再喝一口公司的奶茶吧。楚哥，你就别骂我了，我知道我又做不好了，给公司添麻烦了。这么容易就放弃了？我没有。我记得你刚来公司的时候跟我说你不想在一个地方待一辈子，说你想以旅游为生，以自由为梦。你还跟我说你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旅游体验师。有一次呢，他受这个夏威夷某一个新开发的岛屿邀请去做旅游攻略。他的这份攻略在网上的点击率达到了几10万，自然而然的这座岛就火了。你说你想跟他一样，把美好的事物分享给所有人。我没忘，但是我没想到进了旅游公司也得不到我想要的那种自由。自由那是相对的，你付出足够的努力，你才能换回足够的资源。你连自己喜欢的事业都无法坚持到底，即便你换了一个工作，你依然会很累，依然会被上司骂，然后半途而废。楚哥，我不会放弃的，但我就是担心我做不好。是你说的，你不会放弃的啊！我从来不会帮助一个轻言放弃。既然你说了你不会放弃，那我可以想办法帮你留下。真的吗？去把那份邀请函拿来给我看看。张楚，哎，叫你呢。我以为幻听呢。聊两句。就2句。你跟方瑶说什么了？没有什么呀，只是同事之间随便聊聊而已。我知道，男人嘛，
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都会喜欢，何况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哎呀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你想象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别白费力气了啊！这次体验赛是我给他最后的机会，如果连这点任务他都完成不了的话，那他体验师的工作也该结束了。那这么简单的任务，你能完成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错，你是我上级，职位比我高，职场经验也比我丰富。但是你真的了解我们体验师这项工作吗？也许你了解，但你了解的只是交到你办公桌上那一张简简单单的报告。正因为我职位比你们高，所以我不用了解。如果什么事儿我都亲力亲为的话，要你们干嘛呀？我还怎么树立威信？树立威信不一定非得居高临下，有的时候落到实处会更好。像你这样年薪100万的高层，回到基层工作，也许连一张报纸都卖不出去。会管理不一定会自理，会吃饭不一定会做饭，抬得起头不一定弯得下腰。我估计你去参加这项比赛，未必能取得比方圆更好的成绩。你别以为你口才好就可以颠倒黑白，说这么多，无非就想使个激将法嘛。我就是激你了，你接不接招了？我还就接这个招了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参加比赛。身为学霸，这种比赛拿冠军轻轻松松的事儿，到时候看你怎么能说出一朵花来。你别太勉强，真的别太勉强了。珊珊，你那边怎么那么吵？啊？喂，珊珊，你在哪儿？我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那离我远点，一会儿我男朋友就来了。还男朋友呢？你男朋友真在乎你，会把你一个人扔球啊？来，陪小爷我喝一杯，喝完了我赠你。哎呦，喝一杯嘛，来，就喝一杯。哎呦，不要管他，你在干嘛？欺负人家？啊？她又不是你女朋友，关你屁事！你给我滚，听到了没有？滚！唐明，你终于来了。干嘛喝那么多啊？啊？来，我们走。你不陪我喝酒啊？不要这样，我们走。我们再喝酒好不好？到了。你喝醉了。我没有。我要喝酒。唐明，我真的很难受。我妈走得早，我没有亲人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等了正处5年，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。我一个人在外面飞来飞去的，受苦了，受委屈了都没有人说。唐明，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，你给我时间，我会改的，我会改的。我求求你，我真的很难受。好了。再陪我吧。
首先呢，请大家先把钱包交出来，我们代为保管。待会儿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会给每个人发1块钱，这1块钱里边包含了车费还有饭费。12小时之内啊，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自己赚钱，然后我们的摄影师啊会全程跟踪拍摄，一旦出现作弊或是其他的违规行为，我们将当场取消他的资格。在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，赚钱最多的体验师将有机会跟我 SCTA 合作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体验师是公司展现实力的窗口之一。而无论何时何地都具备极强生存能力的体验师，他背后的这个公司也一定能够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性价比更高、更优质的旅游线路。大家收好你们的1块钱，这1块钱呢，你们要想一下怎么去利用它，让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。结果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能听到吧？对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楚哥，你说他能行吗？放心，我们有总部支持的。喂，test，好吧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主办方非常的好，非常有智慧。1块钱，只给每个人1块钱。作为公司领导呢，我觉得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啊！这1块钱，连车费都付不起，你们觉得怎么用它赚更多的钱呢？苏总，车费付不起，但咱们可以走路啊。小芳，我要。不是老板，就是录个节目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做生意上个电视录人家是做宣传嘛，就这样也能发财？老板你好，我现在参加一个体验赛，然后我想在您这儿干1天活，挣个饭钱，您看可以吗？哦，我这儿不缺服务员，你要想吃点东西呢，我请客。啊不，老板无功不受禄，我没干活，不能白吃您东西啊。哎，你不吃东西啊？那你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吧，我这边还忙呢。啊，哎别，老板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老板。老板，哎，老板您好，随便看看吧。啊，好啊，那个什么，我是那个城市。这衣服真好看，多少钱？外面2000块，里面的300。老板，是这样的啊，我是这个城市生存挑战赛的参赛者，我必须在12小时之内赚到钱。看能让我接着工作。我口才很好的。据我所知，现在服装行业1个月大概是3500到4000左右。如果工作8小时的话，每个小时应该是21块钱，而且给你算便宜点，200就行。好，我忙。不用，我肯定是你的损失。我已经被10家拒绝了。我15家了。我已经20家了。
饿呀，我真走不动了。哎呀，行了啊，不能垂头丧气，加油，好吗？不行，我真的不行了。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见外面那位穿咖色衣服的女孩了吗？她是个孕妇，刚做完孕检出来，结果钱包被偷了，她现在非常饿。不过我身上也只有1块钱，能不能买一个面包给我？谢谢。好吧。谢谢。做善事你们会生意兴隆的。你们2个分着吃吧。不是，1块钱买的啊？你刚跟人家说什么了？你猜？出卖色相。你吃不吃吧？吃啊，当然吃，快饿死我了。没事，我不饿。苏东，你吃吧。那我也不吃。你不吃，小朋友总得吃吧？方圆，你还能坚持吗？啊，跟我接着找工作去，别噎着啊！哎，你不等我了？是你说不吃的，要不了。来，老板，咱们一起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来了，什么意思？老板，我姓郑，我叫郑楚，我呢正在参加城市生存挑战体验赛。我们现在身无分文了，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度过22小时。我希望可以在你们店里帮忙，工资你随便给。我们店里呢不缺人，要不你们去别处看看。啊，别，老板，你们店里主打的是什么？披萨。披萨太巧了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位朋友他不但是长得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他还有一手好厨艺，尤其是披萨。他的披萨是独门手艺，秘制酱料，跟外面口味绝对不一样，一定能让您的菜单锦上添花。你要不信，我们先给您试做一份，吃完之后再决定我们的去留，是吧？独门手艺啊，独门手艺，秘制酱料，秘制酱料。好吧，那你们来试试。哎，谢谢老板。哎，跟我来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几位？我跟他们一起的。一起？一起的吗？是，你看看，我们有一样的牌子，城市生存挑战体验赛，是不是一样的？那好吧，没问题，谢谢啊。楚哥，我压根儿就不会做披萨，现在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不会做就学嘛。可是我根本就不会啊。学，我百度。啊，楚哥，我找着了，做披萨要用面啊。楚哥。方圆，今天你可是开了眼界了啊！见证一道黑暗料理的整个制作过程。我想问一下这位大师，你和面之前有洗手吗？你有见过这种形状的披
不藏私了，给你们当一回师傅，让你们俩开开眼界。我去洗个手先。戏啊！连小姐，连小姐，这是你父亲接下来的用药和手术费用，请您尽快缴费，我们要进行下一步治疗。好，谢谢你啊。真香啊，楚哥！这是我在新西兰体验旅游的时候学的，那可是一家100年的披萨老店，我保证这老板。不错呀，男保姆，看来我没选错人。什么男保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说，如果正主跳槽的话，当保姆比较合适。楚哥，你手艺真不错呀。熟能生巧，你也行的。怎么样，做好了？啊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哎呀，看起来不错呀。光看起来不错那不行，老板满意。来，我来尝尝。来。很好，很好，很不错。你要不要尝尝？啊，好吃。对呀，不错。出门在外呢不容易，年轻人只要肯努力就会有钱。这是你们的钱，一人100，一共300。那么接下来祝你们顺利。谢谢老板。您添麻烦了啊！啊，没事。就这点钱，够拿第一吗？哎，你干嘛呀？看我的。老板，你这苹果怎么卖啊？啊，5块。要是全都包圆的话，什么价啊？啊，全要啊？那就4块吧。哎呀，3块嘛，让你早点收工回家，陪陪老婆孩子，好不好？那好吧。你这儿有多少啊？这里大概90斤，270。看，行。那这是300块钱，您甭找了，您把这秤跟这板都给我留下。那好，那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干嘛呢你疯了？你疯了你！300块钱，我们刚赚到手的，换了1筐苹果回来。你把苹果卖了，不又换回钱来了吗？怎么卖呀？这么多？怎么卖？花儿。苹果5块钱1斤啦！有没有人买苹果呀？又香又甜的苹果。苹果5块钱1斤啦！卖苹果啦！又香又脆的苹果。卖苹果！有没有人买苹果呀？方圆，你要看看你那手艺。 5块钱1斤。
人了。又香又甜的苹果，卖苹果了，又香又脆，个头又大啊！卖苹果了，哎，又香又甜的苹果呀！5块钱一斤啊，5块钱一斤。卖苹果了啊！苹果，苹果怎么了？苹果5块钱一斤。卖苹果，苹果西施卖苹果啦！又大又好的苹果，又大又香又脆又甜啊！哎，你好，这苹果可以啊。5块钱一斤。这有人买啊？您甭挑了，我这个顶个的好。啊，等会儿我给你拿个袋儿。这个，来，看这个苹果多红啊！来，好了，来，您拿好啊。卖苹果，又大又香又脆又甜的苹果。卖苹果。400、410、420、430、20、450，哇，450！哇塞，我们赚了450块钱，你行啊你！现在体会到回到原点的感觉了吧？没有，我倒是觉得回到恶点。哟，苹果就这么多了，要不给你吃？谁吃你剩的？本次比赛啊，获得第1名的是李阳组。耶！好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。好，下面我们宣布第2名的获得者是来自 MG 集团的方圆小组。来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获得我们本次第3名的是汤姆国际的缇娜小组。好可惜，差一点就能拿第1了。没事，别放心上。你看，咱们有纪念奖，对吧？这回虽然你们赚的钱不是最多的，但是呢，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团队合作的精神。除了口才跟文笔，我们需要的是擅长沟通、懂得合作，并且能够不断进步的人才。所以呢，我们相信啊，你们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。我们 SCTA 将破例把你们所在的 MG 集团列为我们的第2合作方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啊，恭喜你们！谢谢谢谢。行，让我们用掌声祝贺他们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方圆，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。之前我的态度呢？哎，咱们别堵在门口好不好？方圆，记得把咱们比赛录像要回来啊，这写报告得用。知道了。明天见啊！好的。哎啊！你刚才干嘛不让我说呀？为什么要说呀？我刺激你来参加这场比赛，是希望你能明白，旅游体验师也是有苦有累的，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小芳生你的气也并不是因为你冲他发火，而是因为你不尊重他的劳动成果。是，他是犯了错，但那是因为他经验不足，而不是你所说的态度问题。不过这次好了，经过这场比赛，他已经感受到了你对他的变化。对不起这3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的很怪。其实吧，就算他今天说了，我也不会开口。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啊？我之前就是随便说说。我是吓唬吓唬他而已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叫引导抚育。你累不累？不累啊，这算什么呀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啊？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
体育会看。您好，我是陈珊珊，请留言。珊珊，有时间吗？可以见面吗？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我一会儿还要飞呢。以前爸在老家，你嫌远不去看他，他现在搬来上海，住院住了那么久，你还不去看他，你就那么恨他吗？他没养过我，我为什么要尽孝啊？可他毕竟是我们的爸爸呀。错，他是你爸。我再说一遍，他没养过我，我不认他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怎么说了？对，父慈子孝天经地义，可父不慈，我为什么要孝？你也不用在这跟我装好人。我问你，当初妈把我带走，把你留下，你平心而论，你从心里就没有一点点恨过她？我没有，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留下来。是啊，我没有恨过妈妈，因为我相信妈走的那一刻，她也是爱爸爸的，要不然她不会同意我留下来。她就是怕万一有一天爸爸生病了、老了，没有人照顾。够了！不是严小秋，你今天来是来教育我的吗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赶紧说。爸的医药费不够用了，我没钱，找别人吧。你让我找什么别人啊？除了我，你是爸唯一的亲人。你爱找谁找谁去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跟你没有关系。珊珊，你要这么绝情吗？我绝情？你是说我绝情吗？我问你，他为什么生病啊？他为什么躺在医院里啊？是因为我吗？是因为我吗？你告诉我，那都是他以前自己造的孽，他活该。我为什么要为他以前犯下的错误买单？我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有这个义务吗？我有吗？该说的我都说得很清楚了，以后别再为了他的事找我。走了。来了来了，谁呀？你属狗的，自己往里窜。给我倒杯水。自己倒。我避开狗仔，千辛万苦到你这儿，我容易吗？给我倒杯水能死啊！这不是我请你来的。算了，我有事找你。别的让我给你当什么冒牌男友啊，没门儿。不是这事儿，我跟汤明说了，我最近生病了，需要休息，你明天陪我一天呗。哎呀，有点耳鸣，刚才说什么没听见。啊，你没事吧你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啊啊啊！
的，我干嘛陪吃陪喝还陪玩啊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也可以养你啊。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约人了啊，我约了你哥。那还不容易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他能跟我抢。唐果果，你就放我一马吧，行不行？看来我不放大招是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说什么都不行啊！我今天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，我。你最喜欢的话剧《我歌》里的死魂令。我歌里。哎呀，上海呢有一家特别好玩的密室逃脱，我想去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吧，明天呢我们先去吃饭，再去密室逃脱，最后呢再去看话剧，怎么样？我们晚上海一日游，保你满意呀！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看我狗心，我不去。你不去？你不去我。你厉害，不去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楼下现在有一堆记者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让他们现在上来给我们拍2人大头贴，我就告诉大家，我恋爱了，我唐果果恋爱了，我跟赵楚恋。我就先帮你保管着，明天呢，我来接你好不好？好。么么哒。先走了。拜拜。你球呢？喂，苏畅，正处，别说我没想着你啊！明天我给你一个单独跟唐果果相处。就这么定了啊！今天可是我们2个人的约会，他们跟着来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跟你约会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。你说你身后那么多狗仔队，我们不得多找几个人帮我们证明这清白的？那后面话剧怎么办？只有2张票，他们不会跟着去吧？我忘跟你说了，我们在伯爵还没吃饭呢，这会儿我得跟你回去。我这都是为你着想，你怎么把你姐给带来了？这多添乱啊！
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要是摆脱唐果果纠缠，你是不是得当我姐夫？我当你姐夫？我跟你说，我宁可常伴青灯古佛，我也不会跟。欺负谁呢你？你大胖子啊！没，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来是开心的，咱分个组，我姐跟我姐夫一组，我跟果果一组。我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不是那个，哎，你们俩意见什么时候这么一致啊？刚才意见你知道？哦，意见不一致，那。就得我们这种智商高的人玩。果儿啊，找个地方歇会儿啊，交给我，我搞定。哎，你能不能把那帽子摘了呀？这儿又没人，裹的棉是干嘛呀？你管得着吗你？行啊。哎，有些人的智商啊，还不如弱女子。走了。苏畅，哎，带路。小心啊！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太狠了，这多服人心呢！
你在这儿啊，难怪找不到你。嘿，你爸手术的方案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刚哭过样子？没有，我刚才来的路上一不小心给摔倒了，我觉得挺丢人的。有什么好丢人的？谁没有摔过跤啊？啊，你就因为这件事流泪啊？你真的……好了，我们走了，地上凉。唐明，怎么了？刚才说我爸的手术方案出来了，那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手术啊？会尽快的。手术后观察1个礼拜左右，应该就可以出院了吧？哦，那手术会有风险吗？一般来说，我们会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告诉患者的家属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这些都是最坏的情况，只是让你们有心理准备而已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这差不多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吧？能打开吗？你有钥匙吗？我上哪有钥匙去？那就找钥匙喽。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来，是钥匙吗？差一点，再试试。干嘛？我够不着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不是我抱你上去，你不能摘下来的吗？我不够。哎，让他们抢先，咱们可得请吃饭啊！请就请呗，大不了我花钱。你能不能有点游戏精神？你也知道是游戏，干嘛那么认真啊？一会儿这门自己就开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放我下了你！臭流氓！不是，你看有暗放的！哎呀！你伸手就能够着了。你看我说能够着吧？果果，别着急啊，